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小兩論馬。唔知咁多位馬友睇咗小兩上集嘅排位版嘅半冷過關射三紅未？未睇嘅馬友有時間的話，請支持一下。嚟緊嘅賽事就係周六跑馬仔，11月15號星期六，沙田馬場將會上演兩泥八草嘅日賽，頭場就開1點鐘。草地會用呢個 A+3 跑道，排位過後賽事就有2個變動，8場12見無名嘅退出，有後備馬美好夢想嘅補上，配上呢個楊明倫執韁，10場12超二穩，亦告退出，有後備馬不同世界就補上，配上呢個何澤堯。騎師方面，全日 full book 上陣嘅又係得一位。當然又係大熱門嘅潘頓，出馬10匹全部10倍樓下。假若潘頓有乜閃失的話，咁就天下大亂。次熱就落喺麥道朗身上，尚未開壺嘅麥道朗打小隻就得5倍。講真就真係唔太值博。如果又係開爆路的話，潘麥兩人啊不捧也罷。今期嘅騎師王小兩啊真係冇乜心水。至於練馬師王又點呢？全日出馬11匹嘅五棚之，當中有3匹就用潘頓，3匹就用麥道朗，明刀明槍之下，隔馬成為3倍嘅大熱門。次熱嘅希斯出馬12匹，比五仔還要多1匹，隔馬就4.5倍。話就話喺度嬲死象，不過小兩今期係撐一撐兩師徒，3號嘅告東尼同10號嘅無偉傑，一個隔晚就5倍，一個就25倍，有冷有熱啊，悉隨尊便。小兩就嚟個對碰練馬師王，又睇下大家就啱唔啱心水。節目未開始之前，希望大家就俾個 like 小兩，未訂閱小兩呢個波馬頻道嘅馬友，請高抬貴手，按一按右下角個訂閱掣，隔籬有個啷啷，記得撳埋個啷啷，咁就唔會錯過我下一條嘅短片噶啦。你哋嘅支持係對小兩最大嘅動力同埋正能量。喺度就要提提大家，雖則今期3T 6環就冇多寶彩金，不過第一口同第5口馬加埋就有83萬，預計派彩有成1001萬，大家記得咧就唔好錯過。賠率版嘅小兩論馬，即刻同大家傾傾咧，周六小兩就分享邊匹馬單邊搞掂，同埋周六小兩就有咩投注策略？先就同大家傾傾2匹馬膽先。第7場2班嘅1200米6福珠寶杯草地嘅賽事，14匹馬列陣，呢場嘅 Fat Track 備忘。今季田草1200大熱啊，一冠一亞，近2次 A+3欄嘅賽日，9場同程啊，8場有1至3檔馬上名。11號馬風再起時，無偉傑加潘明輝嘅組合，呢匹風再起時5歲嘅澳洲 PP， 外地8戰啊2 win 2 Q 1 T， 贏馬途程加為1200路程，在港服役2季啊，至今取得2 win 1 Q 2 T， 上季2勝同程，今季容天鵬散倉，轉咗去無偉傑度2戰啊1 Q 1個第4，即刻同大家睇睇呢，今季初出呢匹馬點跑同程先？排個12檔出閘，白衫黃帽嗰匹11號仔，排個12檔關係，一路都攝唔到好位，一路啊退住2碟嘅尾二位置，比起贏馬嘅時候嘅6、7位，明顯比過往啊留得較後。前面隻水晶酒杯同埋隻傑出漢子啊雙雙領放，頭段做個23秒26，比標準時間啊快。足足啊快咗0.5秒，多少啊對後上馬有利。呢匹風再起時，入彎時啊依然故我。喺個尾二位置啊轉入直路，心得啊！中間第5綠色帽就信心星啦，響入邊勇敢巨星真心傳奇啊！揈出去外邊追，有進跑得外邊啊武林密碼嚟噶。最後300米到啦，水晶酒杯仲有1個馬位優勢喎，見到外馬線追緊啦，好有心得，外邊上緊啦。咁啊中外檔嘅馬仲有信心星啊，咁啊外邊位置咧就武林密碼，最出嗰邊仲有隻風再起時啊！最後100米，咁啊外馬線中間佔先，外邊追佢嘅馬係呢隻好有心得啊！出邊上緊嚟風再起時。
入邊水晶酒杯，終點前嗰步好有心得，終點前將外馬線直路初都仲喺個尾度，拉屎300先開邊，最後100先至叫做撻得着。可惜為時已晚，跑個緊頸4返嚟，頭馬嘅好有心得，再出嚟贏 Group 2，呢匹風再起時，上場1004又係輸俾一匹咧1004王，當年魅力，可知此區近兩仗皆敗於強手，今場抽個黃金一檔，估計會比前仗跟前多少。今場對手當中，要贏到級制的話，相信都唔多過2匹，對手唔多之下，今場機會確實頗高，雖則係初配潘明輝，但騎練今季合作 WinQT 各一，上名率半數係值得信賴，細潘手風嘅專信。今場嘅馬膽少量就揀呢匹11號馬嘅風再起時。好啦，輪到咧講下今集嘅單邊搞掂第10場3班嘅1600米草地賽事，5號馬嘅美麗星神。告東尼加潘頓嘅組合，呢匹3歲嘅愛爾蘭 PP， 外地1戰1 win， 再講服役2季4戰嘅 WinQT 第4各一，全入前4，上季贏完1004，今季初出真情200跑落2場1600途程，即刻同大家睇翻呢匹馬上場點跑先，排個10檔出閘，美麗系嘅彩衣真係就唔使少量多作介紹。出閘就第一隻彈出嘅5號仔，潘頓就一路向內側望，隻隻都係1600精英，潘頓就一路都揾唔到個位攝，呢匹臨場嘅大熱門一定就係眾矢之的，唯有咧就守住喺個3碟嘅第10位。出邊美麗星神褪咗落去，中間夾住有加州熱浪啊，內欄尾4火焰閃爍，後邊3匹馬滿心星啦，6-3就太太精神啦，藍3暫時殿後係8000財星嚟噶。好啦，過咗呢個1000米段處啦，放咗出嚟跑嘅馬就係元朗精英嚟噶，非遺僥倖外邊嘅第2位啊，英俊飛區第3，第4位仲有金勝名區啊，紫色衫第5位龍城清象啊，內欄第6仲有我做到啊，第7位紅衫白帽呢就幸運派彩，後啲嘅馬匹啦，火焰閃爍內欄啦，橙衫啊，咁啊再見到攞出去外邊嘅勁沙塵啊，後邊嗰5匹馬啦，加州熱浪，內欄尾4太太精神啊，入彎前一路就俾隻加州熱浪啊頂出4碟，跟住隻勁沙塵掟出個大外檔啊轉入直路。前面佔先嘅馬仲係元朗精英嘅，慢慢上咗嚟有非遺僥倖啦，入邊呢，咁啊英俊飛佢亦都展開衝刺啊，內欄呢，偷位上嚟仲有6-3嘅太太精神，出邊追幸運派彩，外邊橙衫仲有勁沙塵，中間冇位嘅馬就火焰閃爍加州熱浪，呢個時候美麗星神亦都加入戰團啦，最後100零米幸運派彩佔先啊，勁沙塵火焰閃爍一對上緊嚟，火焰閃爍嘅去勢相當凌厲，火焰閃爍贏啊，跑第2名係埋邊嗰隻幸運派彩。直路初潘頓都不敢怠慢，大力起勢金搖，拉屎300開邊，200啊進佔第8位，拉屎100車輪邊之下，越跑越近啊跑個第4返嚟，輸俾頭馬3/4馬位而回。呢場嘅113場次有成10匹馬，今場又會同場較量，贏佢嘅火焰閃爍、幸運派彩以及勁沙塵，全部都要加分加磅。反觀呢匹美麗星神，檔位由10檔轉至5檔，會更加好跑。埋門潘頓親試嚟襲，明刀明槍嘅散起狀態，騎練馬主3路人馬皆自視甚高。今場抽到個5檔都贏唔到的話，相信都幾至於此。又睇下呢匹美麗星神，潘頓係如何復仇。今場嘅單邊搞掂，同埋尾場馬膽少量就分享呢匹10場5號美麗星神。至於少量週6嘅投注策略，之前就喺排位版買咗條懶披過關射3紅，大家有時間的話請支持一下。至於今集嘅投注策略，先買一條PQ 過關嘅2穿3，第7場11號風再起時做膽拖，1號馬嘅愛馬線，4號馬嘅華麗再勝，同埋8號馬嘅真心傳奇射落去尾關。尾場5號馬美麗星神做膽拖，1號馬嘅飛輪步，3號馬嘅幸運派彩，同埋11號馬嘅加州熱浪，再買多一條第9號馬寶
頭關5號馬都靈福星同埋10號馬嘅安泰射落去尾關，5號馬美麗星辰，又睇下大家呢，今集同小兩同唔同路啦。多謝晒咁多位，拜拜。